啊，我是搭喙狗小王子，而且呢，我是模仿艺人，因为即马真流行一个叫做脱口秀。脱口秀，我刚才讲叫你搭喙狗较好。搭喙狗要哪写？搭喙狗斗。倒一个。啊，是美国的。平常时是讲台语，还是讲华语，还是讲英语？伊国语讲无啥会清楚，伊爱讲英语，啊我讲国语，啊有当时啊若要骂伊就讲台语，啊莫讲伊歹话吼，啊伊就听无啊。乱来免乱乱来足简单的啊，巴肚枵哦，来去食饭啊，body language，body language 你知无？我知啊，用身体去甲伊处理嘛。唔是啦，迄嘛是黑白多啦，是啦，我跟你讲。背山，背水，背玲珑，欢迎这部主持人龚恰恰。我想通停，若欠我钱的人赶紧还。感谢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咱大家好吼，欢迎来再度来收看咱全国上较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，收看咱上好看的节目《画山画水画玲珑》，我是你的好主编彭恰恰，欢喜为大家服务，欢喜为着咱台语的文化传承尽我这份的力量啦。是啦。敬老尊贤，敬拜祖先，这是咱台湾人良好的传统。是，太我拜来。系啊，咱即马吼，咱即马注意吼，今年啊，比个啊，秀狗甲秀牛的吼，这边安太岁啦吼，咱有这边看到迄阵吼，处理上添一点油钱钱吼，谢谢大家吼。我个人是感觉讲，迄老师也放一个添油香。因为呢真辛苦啦，吼，为着咱的节目安尼，不时呢等安尼研究，暗时安尼做功课安尼。但是这个老师的名当然是大家讨论的，一开始就讨论讲这安住吼，平安这个基础，这名好了真好。厉害。所以讲这个名吼，我就今仔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名有当时啊听起来敢若毋是讲伊怂啦吼，就是讲伊普通啊，但是要安尼甲伊变化。曾经有这个 case 啦，吼，这是迄个查甫的名啦，吼，叫做庆添啊啦，吼，查甫名叫庆添啊，阿添啊啦，吼，阿添啊都真普通咧，吼，查某囡仔名叫做安尼啦，吼，春天的春啦，吼，哦，伊叫春桃啊，我就分去吼，伊叫春夏啦。春夏，秋冬，唔是啦，彩霞的霞啦，春夏秋冬。这两个人要结婚啦，这新郎甲新娘啦，这事实的代志，因就来找我啦，讲会应该写一百个对句无？哇！要放伫婚礼现场啦，那我晓行啊。哇！庆，无来拄着你。无奈拄着你，那个二龙五龙的龙啦吼，就是我得着你啦吼。亲情甜，这种亲情甜。哎呦水！哎，是不是对？有迄个感情出来，吼。啊，即摆你查个这春夏，咱嘛再甲吹一下，看会较水淡薄啊吼。所以人讲女人是水做的吼。春水，啊，伊人一定是非常的温柔，吼，可比是这个水上的这个迄个魂共款，春水流魂，过来，还彩霞，哇，文雅哦，安尼一百全家放咧伫咧。因的这个婚礼现场安尼啦，哇！老师，你们有什么意见无？你安尼膝头办的才袂完哦。人庙里若要找你啦，结婚若要找你啦，啊你若才搞啦，中包啦，不啦，名字无重要，要那个斗好势安尼啦。哇！或者大家好些做安尼。
才华啦，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啊无啦，啊无啦，对，好朋友伫现场啊，大家互相安尼，迄个互相求进步哩，这是咱第一文专家陈安祖老师。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，高唱高演人欣赏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高唱高演，高改名，敖改名，因为有改过名啦。我讲来宾啦，你有改过无？我无改过啊，我本名出道的呢，啊无我叫林恰恰，啊是要改你说林小欣嘛，林小良嘛，对啊，林超酒，我是啊林中兴嘛，啉酒醉啦，啉酒醉，袂歹啊，啉袂停，你袂听啉正悬，会说你们就好改啊，怎么改嘛？哎呀啊是你要输我一个？啉农药。啉两杯啊，嘿，袂使啦。还有人甲问讲，彭姐姐，你的正名？我甲你彭布鲁斯，你彭汤无？蹦蛋头，我叫你彭米芳。今天无要讲彭米芳啦哈。你好，报告你好，我来叫黄和平，这嘛是我的。小慢慢来吼，请你放镜头，用台语专程自我介绍。啊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和平，这嘛是我的本名，啊，我是搭喙鼓小王子，而且呢，我是模仿艺人，啊，模仿一寡真有名的艺人安尼，嘿。搭喙鼓小王子，因为即马真流行一个叫做脱口秀。脱口秀，我刚才讲叫你搭喙鼓较好啦。这是为英文翻过来。英文脱秀。一个人一支麦克安尼就会当讲笑开安尼。哦，迄功夫爱足好，才有法度。谢谢。小等，哈，搭喙鼓要哪写？搭喙鼓斗。哈，我唔知影讲要来写书法，真正要来写。你什么书法？写字呢？搭喙鼓。我看你写对唔对？大家拢会，哎呦，太难了。喙较拍写，啊个的，顾着安尼顾啊，你确定？敢毋是？我哪知？试看卖啊。三字调一字，什么？安尼算袂歹啊。三字调一字，无讲句啊。哎呦，你看迄音吼，这里是啥诶？剑道，倒骹手，这是倒。毋过咱是讲啥？搭喙鼓，搭喙鼓，回答。哦，这里是答，回答，这里是剑道，倒骹手，诶，音无共款。啊，若喙，毋是这个喙，毋是这个是这个喙，喙。咱台语喙是用鸟仔喙。啊，对，哦，这个咱大家听不是看。嘿，搭喙鼓，哦，真好赞呢。搭喙鼓，搭喙鼓来一段阮听看觅。搭喙鼓啊！我是讲真侪朋友啊，认为讲我其实是介意查甫囡仔，啊，么今仔日我想讲啊，要大家吼来澄清一下吼，唔爱讲我介意查甫囡仔吼，我的男朋友会生气吼，谢谢。差不多是安尼，安尼一个笑话刷，安尼两句话就会使啊。但是不了效果呢。对啊，因为较早有一个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我一直鼓励去做这个表演啦，叫做高亢的。啊，高亢嘿。我才十几年前我就甲伊讲，你去做迄个一个人的搭喙鼓表演，甲即马学无起来。是淡薄困难啦。你毋是晓模仿高亢？大家好，我是高亢。我以前在开飞机的时候厉害啊！B轮摆正刹车刹住油门400尺，发动机表现完我无警告灯，刹车升我们最大动65米，接力起飞机是80离地90力，取回差速高度800尺，油场上动自动，3倍9的对方松头下滑，是我们呼叫开跑的两管4边轮锁全停，刮下勾嘞一个啊！哇！这段我真正袂当讲台语讲啊！我知，这拍字幕毋知变安怎呢？我就对我直接甲伊学过来。伊这对较早做空军的时阵开机的时候，飞行机的时阵，伊外含的，伊空军人个往要等去因的基地位，要等南部，因为北一直飞。真诶啊，全用体学啊。对啊，听过这个故事。你好。凤哥你好啊。来，请用台语自我介绍。
大家好，我是爱唱歌的李爱琪，唔是爱骑奥多摆的李爱骑，爱叫卖念着，唔是你爱骑，是你爱骑。好，大家好。这个囡仔自细我就捌你。哎呀，我9岁的时阵咧是参加唱歌，我就碰过的主持。对啊。我9岁就好问伊啊。唔是你9岁啦，我9岁。你9岁，伊个是第啊，唔是，伊个是一粒尔。无喂。伊9岁我就熟悉啊，迄阵叫李家。无，我迄当阵吼叫我的本名有改过，我对的本名叫李安琪，李安琪，李安琪啦，对。然后尾啊出唱片的时阵改艺名叫李家。李家嘛。嘿，对。啊尾啊要改换本名叫李爱琪。对。啊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唔知通好问无啦。好啊，你问啊，不要紧，你问，嘿，你来去阿多啊？我来去阿多啊，无啦，就缘分啊，就拄着啊。唔是因为是外国人，还是美国人，还是欧人，还是台湾人，我拢有当嫁。是因为人。只是讲因为有缘分来啊，小介意啊，就结婚啊。倒一国的？啊，是美国的。美国。哇！你两个平常时是讲台语，还是讲华语，还是讲英语？其实哦，因为伊国语讲无啥会清楚，伊爱讲英语。啊，我讲国语，啊有当时啊，若要骂伊，就讲台语。啊，莫讲伊歹话吼，啊伊就听无啊，就。奇怪啊！安尼乱来免乱来。乱来足简单的呀，有巴肚枵来去食饭啊，我要食鱼啊，爱困啊，安尼啊，body language 你知无？我知啊，用身体去甲处理嘛。唔是啦，迄嘛是黑白多啦，唔是啦，我讲唔是啦，用笔的啦，用笔的啊，笔尾啊就知影，就甲伊学嘛，哪学安尼啊？伊讲英语讲3摆，我就知影这是 table 啊，对不对？哦。对啊。伊总是甲你求婚的时阵是用英语嘛？啊对啊，无咧。伊安怎讲？啊，就跪落来我就知啊，无敢要求我要创啥，当然是跪下来跪落来。白鸭大。无啦。你5岁，你是5岁。是我5岁嘛？一切都是5岁，无啦，伊就是讲英语啊，要甲求婚安尼啊。哦。可见讲这个美国翁真正足爱你。有啦。祝你幸福美满。多谢凤哥，谢谢。继续囡仔继续生落去。啊，唔免啦，2个都好。有意见好，即摆要来考验。我感觉今仔台语无啥物考验嘛，老师。你借我看一下你的名。爱饲。哎，我名。爱。你爱骑？不是，你袂当读这字，迄顶头应该是起。你爱起，这古册顶头拢写足清楚吼，就讲零罗芳丝吼，啊，你这起拢是丝啊做的衫，所以罗起拢是代表女性。像宋朝欧阳修就捌写过吼，帝城金夜罗起随为伴，所以罗起是代表女性。所以当初是应该是你出世的时阵吼，恁老爸感觉有你个查某囝会足欢喜的，所以你爱起。所以唔通谈着，头啊和平啊吼，模仿唔是模仿，模仿是仿冒，模仿是你叫人学吼，模仿无，因为华语无迄落音啊，这模仿爱搁注意者。你也注意吼，模仿迄个讲得对。模仿，迄老师性地无好。伊随时甲我，伊为着这2字吼，讲足这遍的。好，模仿，boy，你会晓嘛 ？boy，因为国语没有那个 boy 的音，英语有 boy，对 bad， boy，所以学台语哦，英语发音会较标准。模仿，你讲得对，无得你我来站。你甲警察头。考验大家台语听到先生嘛。好。甲色、甲颜色有关系的俗语。这就真正困难。颜色。俗语哦，俗语内底一定要有色，任何色只要是色。哎呦。我说颜色有关的成语啊。看到乌影就开枪。有关颜色的俗语啊。无大姊啊，金交椅。金啊。金啊，无大姊。对，金是个错吧？错无大姊，坐金交椅。坐金交椅。所以你有可能交比你较济岁。我即摆这个比我济岁。你有女朋友？对啊。好，不爱讨论。跟颜色有关的俗语啊。我讲我跟他地导游。哦，跟他地导游无这款有关颜色的俗语啊。我讲红水乌大斑。
哎，不是红水乌大班，红水乌大班，乌大班，哎，不是乌大班，乌大大班。班哦，乌大班台。语咱听头怪怪。我拢看迄8点档伫咧学台语，所以讲我学到咁哩哩啦啦，想啊要死就初一十五，要逮就透风路，学这款叫物件，较歹较奇怪。闽南语真准。有关颜色的俗语啊，囡仔惊着串青菜，哎，有关颜色的俗语。伊啊花唔知歹，大红花你莫唔知。哎呦哦，你看人偌认真哈真。的伊真正捌做侪咧，做真正哇，真难你咧。可能去写一位班长话人做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有关颜色的俗语啊哎，呦，我讲食红芪配烧酒，红芪是啥物件？红芪红芪啊，芪啊，红芪。食红芪敢有在配烧酒？对啊，咱以前有讲过啊，对啊因为会结石啦，对身体较唔好。哦，食红芪袂当配烧酒。哎呀，有关颜色的俗语，金光闪闪，水气千条。金光闪闪，水气。水哦，这敢无这敢若较布地吼，介个型会哈，袂歹袂介歹。型的哈，金光闪闪，水气千条。有关颜色的俗语啊，我讲花无百里红，对后壁句嘛甲接去，人无千日好。人无千里好。哦，花无百日红，有关颜色的俗语。我讲牛散无力，人散白插白插。你即嘛是咧讲啥话啊？牛散无力，人散白插。是安尼吗？牛散无力，人散白擦，人散白插，人散起来，散起来。散起来散，牛是散，人是散。散。我说颜色的俗语啊，我讲牛散无力，人散无白插。哦这困难呢。我说颜色的俗语啊，我讲你我乱花猪猪红，啊，你无啦这歌歌词你我乱会出出啊，也叫树桂红，富贵红，富贵红啊，你我乱花猪猪红，安尼会通吗？这不是俗语啊。对对啊，啊，伊本来主意拢足巧，今仔是安怎？哇，哎，小想者，搁想者，黑红丁，这样你不是俗语啊？讲会出来，啊，我再讲一摆。红菇抹油，水面，水面，红菇外有水面。我讲颜色的俗语我啊，讲红菇抹油，随便来讲出来。我说颜色的俗语啊，尻川夾花金菇，哎呦，花金菇，卡青叶花金菇，这你也有。尻川硬花金菇，咱以前有讲过啊，顶变青。有一屆有講過啊，演迄俗語的時陣，这有颜色吗？这有金嗎？金啊金啊花金菇有金，你看伊偌干巧的，哇，花金菇有金，嘿。哎，来，我说颜色的俗语，我讲老人食红芪，金老人食红芪，对，袂当食遐补啦哦，讲无效，讲无效。哎你讲不好。好来，我说颜色的俗语，金银财宝满大厅。哎，足好啊。好啦好啦，好你过啦。我说颜色的俗语啊，拜年。哎，别人啊下死命是空金菇包。哦，袂用的嘛。不是讲袂当刮死吗？袂当刮死哎，哥哥们一句好听。哎，哦，OK，我去想看卖吼。我说颜色的俗语，跋一倒去捡到一只金鸡母，哎呦，哎这都看到是金鸡母，金，嘿鸡，对嘛，金金嘛，金金嘛，哈，金。你要紧无？我试看卖，试看卖你。试看卖，试看卖啦，试看卖，我们试试看看卖。喂，我说颜色的俗语，我讲有青才甲大声，喂，青，你无看伊穿迄青的，啊伊头讲红水乌大斑，后壁搁一句呢，哎，哎，青过人弯。我说颜色的俗语，我讲夫妻若甘心，乌头嘛会变金。黄金啊，变金，哎，黄金啊，袂歹袂歹。我说颜色的俗语，红关公白老味，我学一你走你迄是药味猜啦，想袂到。敢若想那是奶鸡啊，
迄一个药奶鸡的，无安尼啊？白零吃饭机，嘿，吃写到放啊！我一倒我咧摕着两这不是身嘛瓜薯？对啊，瓜薯啊，对啊，无啊，白无想无。无啊，白纸黑哩，白错小林，我们开始了白纸黑哩。黑白讲会使袂？黑白讲，我别讲看卖，我你我别讲看卖。我说颜色的俗语，我讲白了钢，白了刚唔是俗语袂使啊，袂使俗语。你会使白了刚有对有色，白了钢，白啊，白啊，你也头前打山吞海了白刚。啊，老师这个袂使。打沙火烧高粱全部帮，打山填海做白了工。哦，安尼就这使。句你什么意思知不？嗯，知他唔知。你在又丢的。我说颜色的俗语。白茶讲茶芳，白花讲花红。好，袂歹。终身。惊一个，突然间。袂歹嘞，袂歹嘞。加学过来句啊。嘿，OK 啦，OK 啦。会叫个人玩。个人玩，青个人玩。来，俗语讲了好。开麦啦！啊，这个吼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这个大导演吼，偏老高吼，准备要拍一个吼年度的大片啊，要找这个男女主角啦。真侪演员吼，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吼，拢走来这个应征啦吼。刷落来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导演听讲吼，你为了即个要拍这个电影吼，哇，为着要倾资金吼，听讲你连恁兜的厝拢杀去抵押贷款啦，咁真诶？敢管他厝呢？啊，无惊嘛，地扔了了。哦，真诶吗？你是捌一块吼？我唔知。你敢唔知地扔了偌济？报纸顶悬看差不多。报纸写敢袂真呢？我嘛唔知。报纸写4000万啊，我讲加一倍啦。哇！你要真少啊你啊？我拍电影是为了艺术而牺牲嘛？是拍电影是为了咱大家理想。是对嘛？这剧本真正有够我写过啊上好的一本。哦。我甲你讲，这个电影我甲你保证，我摕到金马奖。所以我少钱嘛，才会拼。哇！你也了解，我即摆演员的哈，世间有许多导演电影演员的哈，你这片是哪做的啊？歹势导演，我随来去传吼，你等我一下。歹势，来要应征的吼，演员来，大家来吼，嘿，大家先排一下吼，谢谢。你好，啊，我甲恁大家讲啊，这电影太要紧了吼。你若演了好，我有未来。金马奖我就会爬去你领奖。虽然讲金马奖颁奖典礼捌发生过，讲迄导演去领奖，制作去咧讨钱。真的哦。这代志将机会来发生，我嘛不要紧吼。恁都要演了好势，我才有机会摕迄支奖。恁若演了无好势，我连路边都无通困，警察会来甲我赶。了解无？哈？了解。啊，我你哎呀妈，演你咁多。演甲呢天真浪漫，演甲呢返璞归真，演甲铁底甲我，演甲破镜重演，演甲看破红尘，演甲靠得死去活来，演甲靠甲气得心光火热，演甲靠甲挣涂骹挣壁，弄电火条啊，演甲嘿，厉害啦，看到鬼啊，嘿嘿。大家好，我就是本土天王吴宗宪，我写过来一个。哇，演歌你来。碰过啊，唔是啊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康康，你嘛熟悉嘛？有。我甲伊出唱片啊，开1000万块安尼落去，我赔甲痛苦啊。你是讲迄条恁姐带起来啊？对，恁只带起来迄条歌，对，迄唱片啊，我赔甲痛苦啊。我写的啦。你写啊？无你写吼，我险连衫拢脱去啊！哦，好佳哉你写，安尼我干那痛苦尔。袂啦，你也够趁钱的，那你个哦，你 LED 了几亿尔？迄真正是了真济。呀，毋过我今仔日来趁一下来趁一下所费啦吼，想讲来甲迄康康搁出一张新的唱片啊。哎呦，你安尼这大牌要来做咧，歹紧，我先去去做啦，系你。歹势，阮即马吼咱分组来吼，请
这两位啊，咱迄边休困一下。我家。哎，谢谢。哇，啊，即摆先咧，我来甲大家吼讲一下咱大家角色吼。真简单吼，你叫做雅雅嘛吼，这位叫做朱金。是恁两个吼是演吼迄个珍珠姊妹啊花。哦，姊妹花。是。好，这位是嘿，钟兴啊，哦我知你唱歌比赛。对，我要争取大角色啊。是好，你的角色足重要的。哎，好哦，来，你的角色吼是演吼，一支树讲。啊，树讲，树讲是要演。你不要演。但你是讲咧食迄个树讲？树讲啊，树珍珠迄啊。对啊。啊，你咱是迄只哦，了。来，做艺术来。对，好呗，所以我来瞧。来，注意哦。预备。来，画山画水画玲珑。开了 ，Action。嘿，啊，恁兜的大门口有一个摇摇茶，摇摇茶的珍珠是足多人爱慕。啊，你若来买珍珠，搁送你牛奶茶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咕溜的珍珠姊妹啊花，我是大粒的。哦，安尼我是细粒的，嘿嘿，细粒的。你听者，你安尼袂使，咱三个啥都袂使啊三个都在板，你看。三个伙伴哦，身为珍珠吼，就爱像我安尼。哦，安怎？咦，搁大，搁 Q 安尼看咧，无行啦，搁去食啦，搁去吃啦。树讲来啊！我们来吃珍珠啊！卖走！拍者，树讲应该较有感情。啊，无树讲，你是演树才演讲嘛？哦，树讲。试看卖。树讲一定个规身躯滴，像是感觉头壳顶个尖有哦，然后咧插去拍咧树讲，迄个感情唔才会出来。我画面啊，我画面啊，当然是安尼嘛。来，你请坐，我一摆机会，我讲者，随好。重新啊，来，感情的树讲，情树甲讲，滴嘞，树我滴起来，嘿，中空，好不？啊，你两个加油，吼，精彩演啦，哈。都位开始啊？为个树讲出来就使啦。来，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开门啦！你看我大粒吧？树讲来啊，来，我们吃珍珠啊！卡！哦，安尼个，我是顶世人做啥物歹值得个代志，这世人才会来拍电影。你嘛拜托，这个树讲演好像我珍珠乱演。你姊妹啊大粒，这个细粒的叫树讲出去，迄是生离死别，迄是有够艰苦的内心。迄个人要分开啊。迄只要紧的去伫遮树，我哭伫头壳，我真的就刚。这个规完树，个树讲个无重要嘛，树讲这个角色是假嘛。最要紧的就是讲，恁俩安尼不算，来，你我拍。啊，阮两个哎，来，先休困者。你买这，太好啊！恰，我上高演啊！来，我。伊这另外一张戏啦，我无共款哦。这你俩，树讲我来简单，艺术讲吗？免说。你的知名都演树讲，我要演啥？你演一个迄个偷食的查甫人。啊，偷食的查甫人？这你内行的啊？我唔知哦，你讲我唔知哦。这个不要紧的，去互恁某掠着。这歹演呢。哎呦，偷食的。掠着一般拢是安尼，啥物安尼脏来脏去，内心的。好，碰过，我来试看。我演头家的吗？唔是偷食，你演因某。我演因某。你是阮某？啊，你爱有一个迄个头家小三啊。啊，我吗？来，啊？多谢导演，互我机会啦吼。你爱着伊。
哦，啊你掠伊，我小可确定一下吼，这是无，对这是小三。对，这故事真好解说嘛。嘿瘦的你食袂惯势啊，你食肥的嘛。我这个口味，爱较 Q，爱较 Q 的啦。试看卖，试看卖。你掠着，安好好，但是就真简单， OK 家己发挥来。好，来来，好，会使吼，会使吼，会使加油哦吼，好，金马奖，好，金马奖可以啦吼，好来，等我们开始啊，来，来，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开麦啦！嘿，哎呀，我甲 Cindy 妈妈讲，我今仔日来甲 Cindy 开讲，要毋过我是来见你。爷爷，阮总算会当做伙啊！很高，我嘛足想你的啦。好，来亲一个。高男路，哈，互我抓着啊！哈，大姐，你哪伫遮？你听我解释。哎呦，我甲麦克摕伫遐边啊，伊为麦克喷过来，这是要安怎咧？这我拄则安尼卡曼安尼看过，这水破了非常的水。我为卡曼的这个方向来，那挂迄个石头模是慢动作的，迄水真水，手泡咧有水足啊！好看。是讲你破无着你的，你破无着你的迄表情哦，你足惊吓的，伤心落魄艰苦啊！啊，你演到遮欢喜，安尼这啊我请甲恁一人演，我真正是会小姑了啊！来，个第二句俗语开始。好，来注意哈，来，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开麦啦！哎呀，我靠，落雨，你奈无地雨伞，你来无走好无走雨伞，不要紧，爷，落雨，我嘛要做伙，甲你做伙安尼啦。很高，哎呀，我真正足想你的啦。来亲一个。你这对高男路啊！哦，伊水甲你破来吼，你个跳，你不要笑。哎呀，你嘛，我拄则想欢喜，讲伊破掉安尼，想欢喜啊！我底片我了去啊嘛。啊，歹势。啊，伊这个水破了够水的，拄啊为伊面啊戳者呢，偌水的，迄慢动作的呢，噗，伊足水，但是你个迄都不对啊嘛。哇，我底片我了去啊，我真正请甲恁这个人演，我真正是会小得拿。啊，拍破鼓励。来哦，拄则有两句小句听到啊吼。我，这导演伫咧一直爱叫讲，请甲恁这个演员，恁所演的毋是伊要伫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句讲叫做会小过了，第二句叫做会小得拿。什么是高了？过了就是迄个较早人咧看歌啊，是掠鱼爱看歌哦吼，迄个了啊，迄叫做过了。了，赞成会小过了的请举手。会小过了，阮三个啦，阮四个啦。 4票，四票，哎，好，那七棒。我要甲爷爷做伙，阮两个人顶拿。恁搁咧演哦？所以恁两间会小得拿。会小顶拿就足够大伙海了了，会小顶拿海了了。哎呦，我尊重恁爱翁某的情就是无道理啦。对啦，老师麻烦。头下碰过讲到看歌，看歌这是早期吼掠鱼的活动。啊，歌寮是啥物？因为迄看歌爱靠希望，啊，规景吼放喺希望的所在叫歌寮，所以变做火烧歌寮，你希望拢会规个互烧烧去，所以火烧歌寮全无望。嘿，啊，另外一句是讲火烧竹拿，迄竹啊外口有竹壳，所以你火一个烧，规个烧了了，迄竹壳啊拢无去啊，所以讲安那无竹壳哦。所以若讲照安尼两组半开拢做路吼，这倒迄真系掠讲，所以应该是那火烧歌寮全无望。所以恁翁某虽然紧唔对，也毋过不要紧，阮两个人做伙就好。翁某讲是乌土变两斤拍破过来。吟诗说文真趣味，这首叫做《乌底长讲》。哦，
包括咱煎蚵仔无？蚵仔都爱食的长啊讲啊贵安尼只哈，但是这个底敢若唔对的款。啊，老师，迄个地应该是 Q 地地，迄个读做地送气声。哦，对，啊，那蚵地，哎呦蚵地应该安尼写，差济哦。地是安尼。那无你扛棒安尼写，你无人要来食。那边没啥嘞。这是写。你台地会，嘿，对。好，以后咧提供哦，卖蚵仔人做参考。好来，这边咧念吼，少年你先来。蚵仔底葱讲情，我给你做你念啊。片仔芳见见，爱食阁无钱，亲手着讲念，着讲念，阿狗兄有看见，着偏狗仔钱，狗背来怪出去，掠去告官司。我唔知我该讲啥呢？我刚才讲西班牙文。是这样。官司。其实头前这小可有复杂啊，老师拜托。来，这是算咧卖物件啦，迄人咧卖钱路的吼。所以讲蚵仔底葱讲钱，啊偏着芳见见。爱食阁无钱，啊伸手着甲捏。嘿，啊狗兄有看见，着拼狗仔钱。哦，拼。诶，狗背来。赶出去，啊，掠去告官司，因为你共偷食。较要紧的就是拼啦，拼。狗仔钱是啥？因为迄人甲偷食物件，所以要拍的物件，要甲搞倒转来。啊，这狗仔卖叫选去啊，对。芳见见第一摆看到。嘿啊，啊偏着芳见见安尼。哦，我讲咱会讲芳讲，嘿。遵守道家你，感谢老师，谢谢。来，咱做伙徛徛好不好？咱来做伙念这个蚵仔葱讲。来，老师请了，哈，下一。蚵仔底葱讲钱，偏着芳见见。爱食阁无钱，伸手着甲捏。啊狗兄有看见，着拼狗仔钱。狗背来，赶出去，掠去告官司。感谢卖黑白偷地物件，感谢大家后尾再继续收看，为山为水为恁路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和平，我是感觉讲吼，讲台语伫咧录影，啊，佮有平常时讲话，迄是两款无共的代志，所以讲我感觉讲今日来遮上这节目，真正我甲真侪物件，所以讲希望后一届我会当过得到真侪台语的这知识，会当带倒转去，互我爸妈知影讲哦，你的台语变较讲较好哦，谢谢。今仔日呢真欢喜哦，会当来到这节目学到足侪台语的俗语，是我平常时呢唔捌听过。啊，上大的这个 level 就是呢，郑老师呢，甲我讲呢，我的名叫做李爱启，不是李爱琪。后届呢爱记，叫我李爱启哦。